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暗伫华府参加侨胞的宴会，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冒到会场。罗森伯格伫致辞的时表示讲，台湾伫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关键的伙伴。美国会长期协助台湾建立自我防卫的能力，这个承诺未改变哦。侯友宜嘛表示讲，毋望美国支持美台关系继续深化，嘛互台湾愈有实力甲中国对话降低冲突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罗森伯格做伙今日去会场互动密切。美国时间17暗时的大华府庭后剧院，罗森伯格专程陪着侯友宜。致辞的时阵，佫特别讲到美国协助台湾自卫的约束永远未改变。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-defense capacity,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. 也期待在美国大力的协助支持底下，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，让我们的实力可以确保和平，让中美关系、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深化，让台美之间的友谊不要重断。 特地注意的是，侯友宜伫华府大的威拉德饭店，伫饭店同意之下挂着中华民国甲美国的国旗，代表着美台关系真好。侯友宜嘛特别甲国旗来做伙翕相。啊，不过就伫侯友宜访问美国的时阵，传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可能第2摆访问美国。侯友宜讲，目前无了解，无法度加讲啥物。另外2个人更有可能伫10月来讲着南北合作。侯友宜是讲会团结所有的力量胜选。我跟柯市长之前我们都有为市政而双边的交流努力过哈，我会结合所有的力量，一起赢得胜选。 侯友宜访问美国上精彩，就要来啊！伫美国时间10月，会先来拜会着布鲁金斯研究院，对着这个两岸甲国防的议题来提出着3D 战略，接下来会来拜会着美国国会议员，对着美台关系要安怎强化，伊会提出什么方法，受到大家的关心。以上是记者欧良、周良雄伫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。